这个人嘛咯。我知道10月份都是你们的感恩节，这是钱啊，那嘛这是条有不没啦，有这是年嘛这咯。所以我们特别讲到感恩这2个字。你们呢，米样个人去活来个咯，去米到了会样要去来家去了嘛。我想要先问各位一件事情，都嘛叫是会那下么样的？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真的？你说这样嘛，米也没来讲面了，真的嘛？相信吗？讲面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的，我们更要相信他的话是真的。那耶稣米也表面来讲那那眼到会你爹妈没来等这样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他里有了会个高家的嘛？我们常常知道耶稣是真的，耶稣妈妈米也表面来对啊，信仰没？可是他讲的话，那话有眼到呗？我们不愿意照他的话去做，盲创啊，这咯，有那没到的话盲创。好像他的话是假的。那米也耶稣讲个那有到就苗了牛啊你。所以弟兄姐妹，对面呢一得了，我们就不会蒙福。跟了嘛跟啊真啊跟了嘛呀。我从以前信耶稣，哎呦，后面把耶稣讲了的呐，到现在，你能跟你了。我一直相信耶稣是真的，耶稣妈妈米也没来讲的，我也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哎呦，到底爹妈没来讲的。如果耶稣是假的，那耶稣爹妈米也嘛个搞帮了那了。我不会来到这边，已经差不多28年了。你去也后边呢，也不怕穷嘛这了。以前我们还没有跟马友认识的时候，就眼那嘛是要喜欢的咯。我也是帮助在梅展这边一个，没家跑这沙拉店那公那讲嘛，还有那里的教会。这跑这有多用。我这样算上，我们最起码买了20笔土地啊，这边呢老少的，但那米厂你怕像你去创这样，你就这个动啊的咯。盖了20几间教会。那我就同用你去用这做。你说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没那么深了，耶稣帮完了，耶稣爹妈个啦。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的，都要讲弄耶稣爹妈没来讲啊。花那么多时间来，样送要花那么多的金钱过来，会带我票好几要。所以弟兄姐妹，你都。我们不是来这里做礼拜而已。要那种适合的嘞，嘛个感恩节吃你们的东西真的好吃，没有话讲。那么这都那有口面了。我们在阿卡吃的东西，我们从手机播到台湾的时候，那对嘛，靠家女头来嘛，来台湾没呗 ，FB 或者 Facebook 或者哪当个就叫他们都说好想吃你们的东西哦。那么好，你怎么来面嘞？弟兄姐妹，得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你那没讲。耶稣讲，耶稣凡事谢恩。个节过了嘛，看米也个人家求。为什么要凡事谢恩？个节过了话，这米也要家求了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我们要报了看嘛，钱要。因为我们看到说，我如果像沙拉路林那么高，我多好。我是了沙拉路了，我掉特别苗家，我那不来得牛。我跟你们讲，那我按照嘛那么呢？我的哥哥他们都很高。那阿多嘛就没你过去。其实我也不矮，对不对？一头那嘛矮下去了。我也想说，我如果像我哥哥他们这么高多好。今年阿多了，他那过了那门啊来里面。我常常这样想嘞。一到里面去。我哥哥也长得很帅。阿多去家要家去了。我年轻的时候。家过年。我如果像他们长这么高。有了他们蒙过了喏。这么帅有多好？有了他那长那门啊呢。其实我也很帅的。这嘛那有门啊去了。还是自己讲的哈。有话要家求啊呢。感谢上帝。你也跟人家求嘛。我们今天感恩。上帝是要凡事谢恩。那个节过来嘛，看米也。为什么是要凡事谢恩？你也跟人家求啊，里面呢。你看阿土的鞋子是名牌呢。阿土神闹了，要买门啊去了。因为想要像阿土传道的鞋子是名牌。阿土神闹的，要门啊在里面。但是感谢上帝。你也跟人说。你不要忘记了。今天有人有很多的钱。错呀，提成那票面家。他可以买名牌的鞋子。你昨天都神闹就但是他每次都只能买一边。拨那个提票带个人。为什么他只能穿一边？里面的提带就安呐。他钱很多。票面家个呢？买也是买一双。这么那就那提古着没的。他只有穿一边。喏，个那提带喏。因为他一个脚不能穿鞋子。里面那个提票嘛，脚面去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多的叫咩啦？很多嘛。你叫去。所以虽然你不是穿名牌，那个那神了，昨天都神了面弄你2个脚都可以穿鞋子。那提波就爱神了提古样。所以我们要大大感恩。好，我自己米个人去可怕个伢子了。我在台湾。台湾种个咯。我常常感恩。有真的米个人家什么？感恩。我们要去。弟兄姐妹。有弄那老一头。你的眼睛能够看到。然后面你摸摸鸟。你要大大感恩。
啊，这米有个叫吃饭你。赢过全世界多少人没有看到？我现在老那面的地古有么么样米炒单面的么么样的安面种啊，中国大陆那不米讲了。有1000多万人是看不到的。车辆啊，这里面的么么样上啊去，那不么的。你耳朵能够听到，那包那好像要不要感恩？也个人喝饭你要啊，大大感恩。有个叫吃饭啊，我们嘴巴啊对，下面能够讲话，要不要感恩？当然人家也个人叫吃有饭啊。太多人是有嘴巴不能讲话的。所以后面下面做完了当然人家上面我。们两腿能够走路要感恩呐。啊对嘛，可是古有没从家也个人去过。我在台北有一次，在台北，台北就爱去播了，你知道台北很难停车，台北了会那路那都不要上，车子太路有个面面，连摩托车都不好停。路口的那一下没呀的。我开车，我要去开会，啊，路里口呢，没不在了应该。然后我提早大概1个小时去，啊，那里提出没一回就因为我那里了。知道不好停车，啊，前面路那个没个公园。所以我祷告是主要给我预备停车位。那还有应该跟了上嘛，但没有俺路那都比的了我。每次祷告，上帝都给我预备，还有不那跟了上个米也来不呢？可是那一次不知道是不是祷告不灵的。不知道跟了上个阿姐啊米也嘛那下个不是？我绕了很久，啊路那都播了，跟了上个刚才播了。绕了40分钟，那里有车播的，找不到停车的地方，路那都嘛的。我有点生气了。啊路那么偏下去呢？我说主啊，为什么不给我预备呢？米也那跟了上个个阿姐路那都嘛来不我在。在这个大楼这里开会啊，我头个别没不在了。我知道很远的地方有地方停车，我们看看路那都家没来新疆嘛的可。是我看时间快到了，那好像隔了米呢。我只好把车子开到那边。那路一不看了伊呢？我穿西装哎，没去啊，从嘛不可能把刀动拆了，前面那西装都。大领带穿皮鞋，那是那柴火拿来了诶，我就开始跑，再去嘛进来了诶，要跑进那个开会的地方。没不这个来了再去了，我一直跑，再去了呢。我上帝你怎么没给我预备停车位？那都来嘛，就要路那都嘛来来啊，但没有了。上帝光照我，那没有，要不然你们那会动哎那里孩子啊，啊有了。这边给别人不能走路的人停。这个干嘛从嘛来人这个都比哪里来了看？谁能够跟你这样跑那么远，还跑到这边，还那么有力量？那我现在把哪有个再去那个娘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呢也得了诶。你要走路不方便，还是要有力量。老师们，那么个那么也，他你把哪个呢？去嘛也个了，就我们看看哪一家去人家个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不啊，米也得来不家的嘛是呢。啊，对嘛，米也个人可能。虽然没有地方停车，啊，路那都嘛讲个啦，但是上帝给你力量，米那啊米卡了不就差不多。给你健康的身体。我们就差不多的了。弟兄姐妹，啊，你得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感恩节，你那都嘛个就呢米也个人。我们不是去想说感恩节就好。他们那个人喝到当个年呢，在地在门个了。感恩节的话，我们就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就好。那个人喝又不切实在又不干，那老咱们都没。感恩节不是只有不是1年就一次而已，不是。那米也个人喝又不得，提不得这样嘛强啊的了。我们应该每一天感恩。要那了米也个人喝饭啊。你早上睡觉起来，那我地方有干呢，突然间，要大大的赞美上帝，我说把米也再吃个了。因为上帝给你这一天的机会，啊，这面那米也能听到俺样边的，你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会节5年，会节5年，吃这个吃那个。会咋会咋。如果上帝没有给你，你就没有了。哎，我米也能嘛边的，那直接咱们家去。弟兄姐妹，啊，你得了。我们要求神赐福我们，啊，对嘛，米也个人比。我们常常求神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要不那了米也俺吃饭的拿来想方面。我们的心一定要对，啊，对，你妈也拉差的就。上帝很愿意赐福你，米也能个人比毛你妈个的，很愿意帮助你，能吃饱毛的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个提前嘛样眼，这是我每一天的祷告，是啊，要弄那了个人下头，一直到现在，牛跟你了。还真的上帝一直帮助我。米也俺要第二妈吃饭的，我求神赐福我，米也俺个人比的没，赐福我的家人。俺有生就要个人比没。为什么？啊，这面呢？我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米也俺个人比米俺家常吃饭的人没我，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俺家常个人比的人没，如果今天你能了，没有上帝没有给我，米也俺嘛比了喏，我给他什么？俺家去啊吃个这边的，还要传道。俺嘛如果说，有钱呢，萨拉鲁林，啥路了，你不能借我100块，俺去底下把俺的写了，我口袋只有20块，俺婆伯伯你钱给忙呢，我能不能给他100块？底下比的人没了，不能嘛！啊就比的了嘛比的，结果我口袋俺婆伯伯
有23000块，你们送怕帮啊，他说能不能借我500块？俺也比那样没我啦，可能就给他3000块。送怕比那面了哎，你们这样的干，所以我们求上帝祝福我们，这边呢，都嘛就那了，米要俺跟人比那拿来跟人少，不是自己有，有哈家门个，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有哈个都门个，有哈都跟人别人家排挤，成为别人的帮助。全做把人家排。如果我们这样，上帝就愿意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这边呢，有那都嘛有哈个都在门个，全哈都进来过来跟人啥米也比那的，有一天有一个牧师，经常是拉落地来嘛，我知道他很辛苦，哎呦，那都要掉了是嘛，他家里问题很多，哎呦，说你把他家那个国家了，他打电话给我，那托了啥那干的啦，他从来不会跟我借钱，只叫也票嘛下跑出下的。他会跟我借钱，一定是没有办法了。你那都说话就讲个呢，将票下跑个个那直接嘛个人家别他了，就问我说：“刘牧师，那是拉落来就老李木收了，能不能借我3万块？票什么比怕人家没落了，你们不要跟我借，我没有钱。那么他下跑的票马上就进来，他说能不能跟我借3万块？能不能借我3万块？票什么把下跑人家没拿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知道他很困难，哎呦上面来是人嘛就是人民的，我说4万给你好不好？那有没比人家呢就，他问他的师母，那有啥拉嘛那下就，我有听到这电话，那托了啥呢眼的。他的师母说不用了，3万就好，那有没比俺家嘛个人家什么那干嘛呢？我就给他32000块。那什么你怕比俺的？为什么要给他32000块那什么你怕就比俺那？ ？2000块是利息，那你怕把后俺倒闭说哪就来比俺？这样对吗？那场面了那么深的。是应该他给我利息，还是我给他利息？他怕了的，俺被倒闭比怕了，俺被倒闭比人家要。你不要忘记，他眼睛了耶，我们的上帝是加给我们的上帝。米耶那对俺被用还一个给比人家米耶。上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里了会不谈那米啊那药啊那么几个人回家我们人都是拿到是最有福气，对不对？哎我那有啊那老家个了还很好嘛，对不对？不要米了还钱呢可。是从圣经的眼，从上帝的眼睛看，但我米耶就票就那好苦的呢，上帝说给的更有福。米啊回家去。你要成为一个更为有福气的人啊！这边呢个人回啊，我回家个嘛跟我家老啊对哈别后来他了。跟我讲说，我可能过年才可以还给你，可那有那啊好多人呢，我那么比好人大概怕。还有7个月的时间。啊好多人那把他洗掐死的。可是我心里知道，啊你妈那会是人嘛呢？到那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力量还我。那是好多人话比好嘛比好我知道人怕。他不是不还我，不是不还给我，嘛比好毛你妈俺们个这好嘛比好人我知道来是人嘛他没有那？个力量。嘛比好人民呢？后来到了过年的时候，那好多人没见呐，他打电话来，那刚给他们去。我知道他一定讲说，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还你，我知道。我说你那哎呦，那没是人们家啊，那好多人好嘛比好人啊死呢。我告诉他我有呢，没有关系，自己问啊，那个不要还了，他怕比好来呢，那个是上帝给你的，你也闹比呢没呢？这3万多块也是很多哦，什么把这几嘛带白了，可以买很多米呢。这票苗就这样不？弟兄姐妹，啊，你得了嘞，为什么我这样做？啊，这边那个罗正啊，我知道我有的是上帝给我的，啊，这边那俺家路会去米呢，俺比呢没去，我给他，俺有比呢，我帮助那些缺乏的人。俺要超创出版的个，上帝怎么说？米也就俺，你给就一定有给你的，这边那超创出版的米呢，米也就闹比呢的，你知道吗？过了没有多久时间，那后面嘛给了咯，上帝给我33万多。米也要被送这送么子怕比呢的呢，你看，我说了，神的手比我们大，米也啊那那的那个嘛去喝的，神的心比我们大，米也能马话的那么去喝的，弟兄姐妹。啊，你得了嘞，所以我要问，刚才我问你们，我说那嘛那好贵嘛神，是真的还是假的？米也啊爹妈了，我那帮了嘞。神如果是真的，他的话也是真的。米呀，爹妈米也比那要到底啊，爹妈们我们来到教会，啊都成有啷个？不是就听一听，那好那好，回去以后我一等呐，又忘光光了，那到了俺表弟，不是这样。这罗没也别了。神的话是教导你怎么样可以蒙福，那米也到后那弄啊就聊啊，就我那个人家俺来买了。这边要建堂。我讲我都成有做毛，我希望你们也出一点力量，那我都成有做毛那弄下去只有到哪了嘞我们？全部帮你们盖没有问题，啊爹妈那弄嘛提拔嘛有多做完家嘛个嘛？但是我希望你们出一点力量，哎，和俺个嘛弄嘛进弄嘛我都成有做个个就比有多毛面，就好像你要盖自己的房子一样，有什么这个弄弄用做那咯，好像你要买车子一样，弄了里人嘛那，像你要买摩托车一样，路客人嘛乱。你自己有办，你就想尽办法就要去买。这边的弄逻辑啊，就真的好呀，让你来节目了这。个是神的家，
和米也有的朋友，叫你得到祝福的一个家。和家这都怕唱有的朋友做呢，你那个人不要家说我，哎呀，每次奉献，我那个10块哪里去了？啊，有不那边的大哥那俺刚把药当头切把个一年来带波呢了诶，你要找奇怪，我那个100块哪里去了？啊，迄个切把带门个俺提啊把个一年来波拍些了诶，我那个1000块在哪里？俺提拍把个一年来波些了诶，圣经怎么讲？这里老块就那个，刚才我有讲，我去爱乱，神是真的，米也慢慢米也没，他的话也是真的。哎呦，到底慢慢没，上帝说你多种就多收嘛。这里老块头记得谁啊？记下也没记，你看阿土很多咖啡，是啦，做了咖啡我们家了诶，他就说很多咖啡啊。啊，有几咖啡我们家菜摊面呢，我们咖啡我们边个呢，如果就种1颗，提包在看那呢。啊，每次就拿一点点，对不对我？那老老好地方个嘛，也边个呢咯诶，我种很多我们你看呐，就收很多。收眼睛我们收不，弟兄姐妹，啊眼睛得了诶，请你记得，因为门里他的，他个的，你的工作是只有种哦，那个讲呐，那叫人家靠的是越靠旁，会使它生长的，那个比得啦呢比后啦啊，不是你的工作，那个讲嘛呀，那是上帝的工作，米也个讲没，使它开花结果，那哪有阿姨啦是比是嘞，那是上帝的工作。会米也个我讲，们的工作只有种，啊这个讲是越靠旁是人家的没，一样的。是讲没咯诶，你今天奉献一些钱，那有那票进来有你那米也当，真正献给神，那会米也当我也会那会，你会看见那摸了的，上帝会大大的赐福给你，米也孬个啷，胡里里身体边的健康，我们就啥都，我们的小孩子，啊都嘛儿子啊。我们所种的工作，啊，都嘛5节个个，蒙上帝大大赐福，米也个了后面个那个也么没，我们想不到的，啊，都要嘛牛个个你，真的把荣耀归给神。他们要是看谁米也当么我面，自己在教会哦，啊，是啦，老啊有都是用着呢，每一个我缴11奉献、感恩奉献，还有什么我们叫马其顿的奉献，啊，他们呢要不那了要这边这边当那米也个了牛个了，看牛个伢了当了要嘛，啊，全米看超班的去当去，我这样算，啊，好多双个这种，每一个月我最少缴16000块，完了最少提前呗，就都题目这里题目题怕当动啊这样，以前和我师母在说，每个月我们的奉献，我不是说要表现，不是，而是要做见证，最少2万多块每个月。他们也有啥啦嘛嘛，10块了，要不那双个这种，啊，就票票的当都提前呗，题目你们都个这了，和看谁也家门了，找个面啥可以看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奉献那么多？那这边呢多当年了吼，我们越种就越多嘛。啊这边呢米也弄眼当，不那米就弄眼边呢面呢， 3年的疫情，啊生活好了，可能那国家啊都嘛想我弄没咯，们没有来。嘛有生活别人现啊，在政府，我们台湾政府说可以出来了，那台湾了他把那1多年买的面呢，我马上就来了。 1多年买的哎啦，那就靠嘛嘛，来到这边是不是有钱可以拿？和朋友那票价没啦，来到这边开始花钱呢，那阿拉票比的，阿拉票价猛啊，来到这边要建堂呢，还有都等于做了票不啥，谁要这样做？啊是话我俩就我们可以路那个，跑去别的地方玩啊。啊有个有的在俺为们那边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这边和讲啦，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真的，米也点慢慢来信仰米的，他的话是真的。啊有道理啊点慢慢，感谢上帝，米也个啷。我们求神大大祝福我们，哎，那都慢慢米也个了，再何必个来了？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伊那孬个了，个带么孬很叫那有个样子个了别求主人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回答阿对个了比比阿对着讲米也个了比比，也求主大大祝福我们的教会，阿对嘛有都同样的米也个了，再何必个来了？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很多的教会的祝福。伊那阿对都同样不但呢阿超个了别人牌，我们在台北台北别讲个咯，那时候疫情嘛，后眼可比是高价面咯很，多教会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不能来，我都同样呗，可以啊，拉那个了是阿票嘛当那面，所以不能来，他们就没有奉献嘛。嘛拉那票当嘛家，很多小教会，我都同样有啥的，他们就讲很困难。哦，啥了家没的，啊，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哎呦，提包个了啥啥种哎，在很远的教会，么卡个我都同样。主感动我说你要帮助那个教会，还有嘛，你们那会提啊嘛，哎啦，我那啥路你们那回来内陆那些米也比路，我我就就用也超吧。打电话给他，那刚样呢？给那边的人，那边的教会的师母，如果啥啦嘛有话别咯，我说你们教会现在怎么样？那么我都同样就为啦，那还没。哦，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已经几个月那个房租都没有缴了。你那用俺那个了社会了看超级嘛，比我们是别啦买来的。你看，上帝感动我们，为什么感动我们？那米啊，等下这比内陆来啦，他也可以感动别人啊，那有啊有啊，这嘛比路来啦为什。么要感动我？啊，这边呢俺比因路来啦。为他知道我们愿意做。那和俺比路来那，啊来新疆米那比路来的。他如果现在2个月没有缴，
那把那你是放巧嘛比，我们就给他3K 的钱。哎呦，慢慢把那送去啊陪比呢。大卫牧师有一次跟我讲，那啥了，老大卫姐没的，他就说啊，我们要不要帮助那个教会？那我都曾经因为敲白马路了，他说他教会很困难。哎呦嘛，我都曾经要想啊我，说好，我们就帮助他。那敲白带来呢敲白呢，所以弟兄姐妹，啊，你到了耶，我们今天感恩，你那都嘛米样个人去活，我那70家要不，我们是蒙恩的人，个人去活，你要创啊，个人去创所以我啊，们求神赐福我们，米呀都没个人比个，赐福我们的家，啊都有这样比个，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啊都嘛都曾经个人比个了我们，的教会不是一直这样子的，啊都嘛都曾经啊没有个了，后来吵架呢，下午一再没来讲，直这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后来我都曾经啊就个啊，你没有看见坐在路边放一个碗的人，那嘛个这啊叫没去叫哪里啊？可要再东呢，我嘛去看了就错，没好嘛啦，那个是做什么的？啊你叫来叫啊，乞丐呀乞丐。对，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对嘛，我都朋友好像小吃好嘛啊咯。我们教会的手是这样，啊，对嘛，我都朋友和姐，我和姐啊，像个我们的手是祝福，是给的。米呢，我都朋友比表面。我们这个人也要给的，那我都朋友在门啊，都去吃饭呢，我都朋友不是每次都这样子的，不是。要不那咯，啥苗来吃家常呢？我们是这样子的，最有福气啊，的对嘛，人。后来个人和姐啊，这样的人是做什么的？后来会错就会错，是在种的人。靠错没得。这样的人是蒙祝福的人。后来那个人要错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啊，对嘛，我都朋友啊都要表。所以这边要建堂。你那对嘛，我都朋友做毛。我希望文中拿2万块，那啥啦，跑去你们把比当了毛面咯？阿土拿5万块，啥啦，最近俺们把比当了毛面。阿路也拿2万块才。啊，啥啦路啊，你们把比多了毛面。马要拿10万10万就好了。然后你全部比当毛面去。对对，文中讲说你拿10万，上帝感动一样啊。一样，就是你拿10万就好。全部比都毛面去了。好了，马要，如果你拿10万，我拿11万了，好不好？好啊，可以盖了。如果你没拿出来，我就不拿出来啊。好，感谢主。啊，对嘛，提来个呢，按那门啊了咯。我跟你们讲，那马上讲那个，你不要想说我建堂要花很多钱，哦，都等于做我毛面家了。其实这是在上帝看是很小的事情。啊，对啊，那好呢不，面来另外一面呢好那几少年嘛。最大的问题在我们的心里。哎，好啊，对，你嘛啦，会我讲啊这，那边啊地方拉球啊咯。有钱我们不敢拿出来。就讲啊呢嘛，有多破。打电话很简单的，1万块钱。啊，对嘛，我拖了啥拖来了，题目把天看的摩托。车8万块钱的，简单了就买了。啊，落去题目也没票话，要看嘛就多少破啊的。讲到奉献，我那10块在哪里？票单单个那700个下来播嘛。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乞丐，啊，对嘛，面好下大门啊咯。神也不会缺少你那一点钱。啊，对啊嘛，那会嘛当我老好会嘛那你要嘛知道，你多年了嘛。所有奉献的都是神给你的，那家路到到路面的那边来谈的咯，所以我知道。要那新年嘛呢？我服侍那么多年，面刚没用过来了。我只光来阿克最少28年了，啊，看这个面都没成了，你去也后边我了。最少来了60-70趟，只光飞机票就不好算了。对面呢，过去1000多成了，后边机票的话嘛，说你最别安了。我在台湾也算过，我这样飞来飞去，在世界各地最少100多趟。对面呢，米看面都靠买一像台湾就上哎，阿呀多那边了俺这了。钱从哪里来？票干那有啦。我爸爸给的，哎呦，到那边来去了。也是你的爸爸。哎呦，大金大金个没去。不要忘记，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讲路面俺讲路面。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俺讲路面个，那讲路所面。以上帝愿意赐福我，也愿意赐福你。面和俺嘛，那好跟了比伢了，俺好比伢没。所以有一天我们台湾都要来这边跟你募款，好吗？听到有眼提着啊，都嘛去台湾出去呢，啊都嘛都同样票比下来看去。真的吗？人家带了，别人家带了。疫情的时候COVID-19家路眼， 3年，生活了。我们有建立了3个礼拜堂，哎呦嘛，今年 COVID-19家路眼了，我都同样要是送家阿当白嘛的。因为我们在想， 3年路眼疫情就不用传福音吗？ ，COVID-19家那个人都嘛怕没人家拿了，不对嘛？嘛查怕嘞。疫情这个病毒一直在做，我们福音工作要一直做才对嘛。那个啊嘛，天你嘛哪一年的这个呢？那了还这个人都看嘛没你拿就个样。我不是说疫情了，不敢做礼拜啊。哦，我们家这个哦，COVID 了这个人嘛晒破呢。传福音是不能停止的工作。面都看没头嘛难要干的。你说疫情，我们还不是吃饭？哎，COVID 家好像咱没啦，在台湾的时候，台湾没种的咯，我们是在看有不那好嘛的。结婚嘛，哈，哦，这呀，哎嘛又不，很多人嘛，小当家又不我们家里其实，大家都戴口罩，
哦，有啊，那咯没搞他呢咯，吃饭时候还不是全部都拿掉，或者讲个没搞个来几面的有那咯，对不对？有没有？骗人！这个那有还讲苗搞多年节了，少也去，感谢上帝，你也跟人家吃，我每一天都感恩，有那咯，你也跟人家吃，谢谢主，你也跟人去喝呢，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啊对面那么呢，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啊对那包那还呢，我们的手能够做工，啊对啊拉钢呢，我们的脚能够走路。啊对啊去干嘛去呢？晚上我肚子吃得饱，有几泡有人个，我妈去带也有，晚上睡得着，有几泡有干木了，要大大的感恩。和这个都有还没跟人家吃。你不要说这个先生很讨厌，每天都喝酒，哦，那这还比那边人那几把几耶，那老爷，不要这样，这个太爷老爷，祝福他。跟人啥穿的这样，很多人没有先生，你知道吗？说后面啊，还这样没得嘛？你知道吗？这个小孩子好像牛哦，怎么讲都讲不听。啊，牛都我家个那东个个鸡毛来了，祝福他，跟人啥穿的东个个呢？因为小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丫头，你明天闹别了，说很多人没有孩子，不是吗？说后面个也包伢都咱们包伢少了也包毛个呢，所以你要感恩。侬也包伢都没个人，每一天不是我赚了多少钱才感恩，不是。譬如面伢伢嘞，有下了多个地方伢嘞，好那家求门个。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对面呢，啊对啊，有啊，他家几个都女票呢，明家全家穿那个人去穿，真的，我们基督徒，啊对，可能也嘛，上帝就给我们两件事情，明啊都要干你这边的啦，这个很重要，啊就容易喝了，我要你们注意听，你们没哪些了，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容易喝，上帝就给我们两件事情，啊都要干你这边的他明，上帝给信耶稣的人，你说了明要这样穿，约翰福音1章12节这么说，啊有你去年外头，他说接待他的，啊用好穿哈，什么叫做接待？好嘞就哭了，在希伯来文原文，他的意思说信他的人。好嘞在那那边多那哈个穿行哎，第一个，他就是给他什么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有哈个哈正穿明啊用不要有啥来说你们，上帝的儿女，明有啥的，他成为我们的爸爸，那都明有啥边面有啊都要打边啊。跟他才有关系。啊有呢啊打床啊，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啊都嘛看里家有个那路米也啥那个没啦，这个你不要忘记哦，这个很重要堂。的弄米也啥的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真的。啊都嘛米也啥的哎和康台慢慢的啊点嘛，我们的天赋是全能的天赋。那都嘛啊打米也那嘛唔有自己嘛叫米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好像有依靠，好像没有依靠一样。哎我那都嘛打米也嘛唔有自己嘛叫米，讲个呢自个会看没有错了有的的，第二个，那个所以上帝都给我们，无论是黑人、白人，小孩子、大人都一样。啊都嘛错要譬如拿买的到了自己的，刚才说给我们，第一个是给我们做上帝的儿女，那把的那啊对耶稣讲米呢米也啥别了，第二个是给我们什么？啊你自己啊讲啊那，祷告的权柄。个人超饱。那个祷告的权柄好像一个 key，好像钥匙一样。个人杀到头那啊，他烧坑了，都话这没到时烧坑了，没到多了了。因为上帝说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嘛，这老回来呢，那么热啊，嘛下后面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要祷告，可能呀，个人要杀，求主赐福我们，你也个人比比了，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啊，瞧啊都个人比比了，这是我常常祷告。和俺老个人杀嘛，我要来的时候，俺有俺就讲，我也在想，杀你嘛，我在想我要怎么样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和个就讲呢，姐姐瞧把一旁俺了，所以弟兄姐妹，啊，一头了，上帝就给你、给我、给莎拉都一样，都是有祷告的权柄。特别呢，米呀，都嘛被个人烧包一呢，买卡里咋都杀了都有个那种，小孩子祷告，咋都个人杀哎，他相信他就得到，啊要讲那有啥没？你不祷告就没有。个人嘛杀那嘛人家，我跟各位讲一个真的见证，妈妈那个杀 Kitty 唔讲人家。个大卫牧师啊，啊，啥都到位了耶。他以前考试要去读大学的时候，佢呀要啊什么嘛下来咗咧我都上开车嘛，落卡你我嘛，载他去，啊有团你嘛，结果我们看到那个体育馆有那个打篮球的，那有个把司機幫佢帶隻隻啫，我喜欢打篮球，他也喜歡打篮球，哎呦，今年部都去帶個落下車啫，到位哦，所以我們就喜歡看，那這邊呢帶冇錯，邊呢就帶個好型啊，去了就買票就進去要去看。佢那部把掉呢屋領啊，那个在打篮球中間會有休息，那佢部都帶人嘢啦，佢個那拿人啫，到中間休息的時候，他會抽那個票根，抽票根，你的票，那要嘛個那拿個部嘢部去部個呢，抽到票根之後就要下來投球。那啊數行部有得那要呢部都比較嚟啫，他這邊是半場嘛，這邊半場好，這
要从半场丢很远呢。那后面巴斯克波在读那上南湾切后呢，不都这样读会模拟卡的上南湾切就能在那了。他的奖金是有一场就1万块。那里面在个题叫在我在那题目吧比呢。那时候我们去看说已经是第32场了。那会那有嘛？应该题叫啊，送车尼波在这么也叫。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31个人投都投不进的。那没西波送车尼啊，在这个呢嘛在5年。而且只有一次机会。那20题波就了。那个小姐就拿到麦克风说：“32，哎，她就在那12号，12号。”那我就呢不那车尼呢把车尼来估没去。我不知道票在大卫牧师那边。那把那啥大卫牧师就要加去了。他说：“哎，这票是我们的呢。”我12把都蛮矮了。他就你下去投，你下去投。那要来这要来就什么我下去，我是牧师，等一下那个 TV 在那边拍还得了？台北很多人都认识我呢。没有 TV 我把头投掉，有时候路一看就跟人来有那俺新娘了。这牧师怎么跑去那边投球啊？那时候路过那个我碰这样子的不呢？我说你下去啦。啊，那要来呢嘛的。啊，他下去了。啊，一枚。因为我们是在楼上比较便宜的票。那有嘛？那有亚米的啦，打地脚去。他下去的时候，一呢是叫，我就祷告，我什么就是啥？短短的祷告。有你牛了。我说主啊，啊打我了。你帮助他抓住他的手。那啊有球把有啊拦一条呢。让他把球投进去。我都会比这五了了。32万我要。那送出你们32万吗？那32万。送出你们啊就送们台湾啊就来3啊嘞。因为第32场了嘛。啊这面那题目这面送出你波在这面打来他讲就送出你。所以他在那边投。啊有一个一呢这用力丢。哇算得正个就。看那个球上，哎会进了会进了我的。那有尾排个没记头尾排了诶。球进去了。哎，你要嘛尾啊的呢？全场都哇。啊，老个佢他就抓，呜来抓突然没有那了。关他们什么事啊？哈哈，节目他太了嘞。奖金又不会分给他们。哎呀，妈妈比你来你。那时候我忘记我是牧师了。你挂上来攞来问你咩跳起来。从过来人家咯，搞人家咯。各位弟兄姐妹。啊，依度了咯。上帝说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那么人家那么少面呢？你看我祷告。哎呦，可能什么呢？32万就到手了。送出你们乌拉没见呐？但是我没有拿很多了。啊，有面嘛有啊姐。大卫牧师说你要多少啊，啥路大卫那还是那边贵了。我说我5万就好。啊，俺们那买呢姐。5万也很多嘛。俺们就面啊会了。感谢主。也可能在吃。所以弟兄姐妹。啊，依度。我们不祷告。啊，这可能嘛啥呢？很多的祝福从我们的旁边过去了。可能会啊，这个今天从这里等下这可能嘛啥？很多的机会都从我们旁边流过去了。啊，这嘛票价还面不也了啊？这个这从这里等下去。所以今天建堂。因为我都同样做也是一个蒙祝福的机会。我都同样做毛和呀啦，或者呢啊都米个都当嘛哎呀嘛就摆上。啊都有多破嘛啦。我希望你们也要摆上。那么今天有多破的来讲嘛。这是一个机会。那和那么个都哎样提崩啊。所以我们耶稣是真的。米也慢慢的没。他的话也是真的。哎呦，道理慢慢的没。我跟你们讲的都是真的。俺那么讲呢，道和就慢慢的给道没。愿上帝赐福他的话。米也要道，可能比我们来祷告好吗？啊，就可能什么咯。我们每个人来开口祷告。啊，就这啥都什么嘛嘿。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样比超班的咯。在建堂的事上有份。后面呢，我都同样和不做了，会俺几个姑妈来米了会。不管你的力量有多少。那俺们有多少好么？你出一点力量。那你就有多。我们教会就是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摆上。啊，都嘛，我都同样今年有嘛就讲今年做大嘛，你他们不是很有钱。啊，有嘛票价面嘛。可是他们都很愿意摆上了。到你啊，有嘛大毛面呢？上帝就赐福。你也有嘛个人比啊？所以我们也祷告好吗？啊，这提过了个人。就是帮助我们。你也得比超班。愿意在建堂的事上有份。啊，对啊，我同样做红了，会俺几个大毛面嘞。我们同声开口祷告。这啥都什么嘿？天父，感谢你。